拜还未开始之前，请咱将手起来为了一份敬礼，谢谢。妖法的如法矫正，维护人的心情活起来。妖法的感情确实维护亡人有智慧。妖法的教示正直，维护人的心欢喜。妖法的命令清洁，维护人的目睭光明。咱这个是来吟圣诗，请念圣诗178首。圣诗178首，我乃上帝圣殿，救主荣光祝献。伊只有大欢喜，赢过世上无比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今仔日是到高技能主任主任伫遮献诗吼，会互因伫少年的囡仔时代落来得到好的教育吼，互因的信用来定根。黑下去了，这是2点的。咱来开圣诗后壁的经文，咱要来交代第10篇。经文第10篇，我把吞论定后耶和华，伊对贪囝的寒天，对土地中牵我起来。伊予我的嘴唱新的歌。侪侪人要看见来行为，独我搁耶和华，以及偏袒不假的人。耶和华，我的上帝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
快乐。这事甲礼物你无欢喜。迄时我讲，你看我来啦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旨意我欢喜读。圣诗185首，上帝命令众人就听，欢喜承受福音真声，圣册笃显上帝大恩，主救世间家人忧患，请起立吟传首。感谢你，你保守阮的脚步，也保守阮过去的年日，拢伫你的保守下面，伫遮，互阮有即个福分，又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来学习你。搭配上帝，阮要感谢你过去的年日，无论阮出、阮入、阮伫逐所在，你拢用你的主爱、你的恩典、你的保卫书降三到天地，保守阮的脚步，无拄着无担当的事。搭配上帝，阮即个事业要少年，阮侪侪的会友，刚才是青年，因出外读册做兵，来食头路。主我恳求你，互因伫外地游玩，会知怎样追求主你的教会，来做礼拜，来守主你的安息日，也伫遐来过着基督徒的生活。我们将因搁一遍交代伫主的手中，恳求你带领。搭配上着今仔日是中所设立的教务部主任
阮伫遮要向你恳求，或者个教育事工，拢因为阮人的拍拼甲主你的祝福，互阮遮所做的用规工伫你的名，也要透过阮的教育，互阮得到信仰的造就，来定睛来了解圣经的教示，来怎样行阮世间啊行的路。啊，非常的，阮的教会原有主要有少年团契，有亲密团体，有圣的学院，因拢咧做教育的事工。啊，非常的恳求你，或者老师，或者讲师，或者同工，会得到对你跟原来快乐、甲智慧，来用听心、用熟练的心神来教育，来做助力的工。啊，非常的，阮搁一遍将因交代伫主的手中，恳求你施恩赐福，看顾伊，也保守因的家庭。啊，非常的，阮今仔日的聚会，伊愿要交代伫主你的手中，恳求你带领，祈祷感谢，靠主名来求，阿门。